1:1起初神创造天地。General 1:2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General 1:3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General 1:4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General 1:5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老母娘上帝，阿拉，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，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